是在地新闻，咱继续要来看台中的雾峰，伫个透早5点外，一间2层楼的铁皮新单火烧厝。这消防员赶到场的时阵，规栋厝已经烧到半天红，而且是炭烧过3户。消防员拍火过程中，佫不时有炮啊声变变叫，互4颗冷冻的住户是活要惊死。这个厝主承认咯，讲过年底要到咯，新单有来放炮啊。 即卖火吊科要来调查看，这个炮啊是毋是有吨过量？若是吨过量，就要罚钱。台中雾峰区这间2层楼铁片厝新单火势烧甲真火，规栋厝4颗灰的乌烟嘛沁真悬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扑火，四周围的住户看到厝着火，拢惊甲赶紧走出去。 一直烧烟烧到对后面一直来，看到火在倒，怎赶紧叫因家的人10几个全部出来。恁有带人来？无。是安怎来烧起来？唔知呢，唔知哦。哎，所以恁拢无带人就对。哦，你在这是做什么？伊就是这栋铁片厝的厝主，讲厝是伫咧做公票的，伊若是新单，平常时无人住伫咧内底，唔知是安怎会着火烧起来。消防人员伫咧救灾时，佫直直传出哔哔哔哔。 爆炸声音。据那个关系人表示，他是有放一些准备要过年的祭拜的一些东西，像什么鞭炮，或者是说有一些物品这样子。所以在救灾过程中，疑似有那个爆炸的声音。消防人员讲，着火所在敢若是伫咧1楼新单位置，新单后壁挖仓库，仓库内底囤真侪拜拜要用的物件。厝主讲，某过年时夜要放的炮火，点破是因为安尼火才会烧甲真大孔。 消防局嘛讲，已经派火调单位调查着火原因，含炮瓦放的数量，若是超过规定数量，就该开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